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咱台湾本土的水来啊的新品种——宝岛甘露来就市咯。这是台中的农民刘成权用20年的时间，将2000多种的品种掺染混合，才培养出来的新品种。这种本土的来啊水会当抗旱害，果实平均超过7.5公斤，大小甲手球同款大，甜度超过13度。安尼一来，就免阁为日本甲中国来进口到贵松松的来啊水咯。农民伫来咧接机，也阁特别伫树基顶面有绑雨伞，避免大雨来，嘛担心旱害。因为这来啊水都爱对日本、中国进口，价小真悬。若是接机失败咧，就会亏损去。为了解决这个问题，台中农民刘成权用20担，将2000多种来啊做品种的混合，培育出本土自产的宝岛甘露来。我们所有的台湾的高阶梨以前都是从外国进口买那个花穗过来，现在我们都可以说不用了。所以现在我们自己有自己品种，往后会更多。除了会当节省汇税成本，这甘露来也阁有抗旱害特性，伊结出来果实平均是超过1.5斤。大细粒甲手球差不多，中间的心真细，当这部分是90%以上，比这进口来啊60%悬出1/3。另外，伊的甜度嘛有13度，超过进口来啊11度，不过价小无俗。价格呢，一公斤大概都在80块以上，一般到这里大概在它的大概八成的价格左右。不过这甘露来嘛有一个缺点。就是种的时间较长，拄到风台大雨会有农损的问题，因此下来培育的重点呢，就是爱缩短结果的时间，希望加做未来外销来的主力。